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第二篇阿群妹，我先祝福大家中秋节半夜半快乐，耶！大家做得来看月光，是朋友，也系讲生日公饼哦。今晚嘅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好食嘅月光饼，还有当多好食嘅点心哦。韩国今晚嘅来宾系对呀北浦来嘅，韩国系饼店嘅 TC 台哦，全新嘅研究嘅时间。細細嘅先來分享佢，分享鐘成權狀態個分享。大家好，我係鐘成權，都歡迎今日來到嚟參加嚟節目。好，分享狀態個來到節目當中哦。接下來，另外一位來賓係佢講嘅朋友，分享邱怡娟，分享。大家好，我係邱怡娟，我哋嘅新竹北部咧帶來好食嘅啲位番薯餅、芋餅，嚟中秋節。當拄好嘅時節來介紹俾大家。哇，當歡喜又請到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哈，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好食嘅月餅。唔過哈，家下有講到係 TC 台嘅傳言嘅，作為 TC 台，故說係對呀亞太開始經營一餅店，錯冇？對亞太開始，嗰陣時用會想到講，喺亞太嗰陣時用辦會想去做一個餅店，也係講做乜嘅會賣餅咯。這個東西個忙要做，忙要開了做了餅。哦。但是東西是對北部是要打孔。哦，打孔。打孔，因為哇，呀，相片很古老了耶。因為該東西哦，呀，大家經營打孔，每個產生一個部分，然後做個打孔時要上到做包饅頭來賣，該東西要用個乜嘅正規雜貨店來經營嚟。頭擺係賣雜貨，開雜貨店，去做雜貨店，就各種都有啦，賣湯啊，賣餅乾啊。嘅係狀態講嘅亞太開始，亞太開始，唔過下後就開始漸嘅專賣餅嘅咧。係，有陣時越做越多行，因為有陣時像喺都同喺姑姑講喺睇姑姑啦，記得提早時。要給溫獻籌買啊！你北部動就係溫獻籌，然後抖音拜時節時嘅聽風報啊、聽風版啊，所以嗰時節冇貴條煙做餅。哦，過節拜時節因大家應景是為了賣餅，所以我記得我公講經營些幫水些叫佢做個餅，特別烤箱冇從了下按豆的產量，對，他說1個多月前是餅。先排好先餅店，餅到辦嘅冇家姐姐冇講，你餅為長度吧，講唔係冇事，早走，因為特別排速度當慢，然後佢講特別甲餅機係做木工師傅誒，特別愛公公啊，家姐姐個家媽媽做，上山煙叫上山煙做係貢獻，冇個木工就山煙出去做些貢獻豆，哇！所以動辛苦啦，對，動辛苦，所以後來就係變咗講，一開始將過年過節嘅時節，將會賣做按樣嘅餅來賣，唔過下後就漸嘅開始專門做賣餅嘅咯。係，嗰度民國74年係冇，你那度金牌獎。哇，麥雞嘅金牌獎，哼，芋餅嘅金牌獎。哦，番薯餅。哦。嗰陣時就開始全部專門做呀餅嘅咧，嗰些是放棄饅頭、放棄蛋糕那些，然後還有湯啊，嗰時冇饅頭是專門做餅，就是一家歷程吶，從雜貨店慢慢走，專門走餅。唔過咩因為有得獎嘛，就係簽招牌嘅，就人家都講，雖然講係番薯餅，不過有一個銅獎嘅名人都月光餅。月光餅，係，佢當代表客家人嘅餅。哦，好，因為依種月光餅，伊就講解要按照番薯餅、芋餅。番薯餅、芋餅。講客家講啊，我嚟賣月光餅嚟食。嗰東西冇本嘛，月光餅係芋餅啊、番薯餅，冇本就按
所以係軟軟扁扁，是係熱光餅。哦，所以其實係咧同稱大家人喺亞種看到也係看到相片嗰種現嚟嘅餅嘅，全部同稱就按到熱光餅就錯嘅。哦，唔過呀，熱光餅咩係因為亞烏卡由貼片來發展另外一個口味係烏味嘅口味。哦，係。我講當特別60年時間，因為烏出嚟些差唔多係中秋節。哦，做到冬天嘅時間。其實講到師傅是判講，哎，你班家有冬去買烏咧，佢番薯做然後是烏咧，試試看，係咩做到啊？嗰樣是漢冇人做烏哦。烏係民國60幾年後來就有。嗰樣是蠻有人做烏，因為該其他個餡料哈，全部價是好高啊，番薯還便宜。而家做小人盆，就可能要煮烏湯，就說那番薯餅，番薯做的大做番薯餅，剛剛用做的，剛是講用烏來去做烏餅吃，一做冇有先過啦，嘛就撈烏餅，還冇嘢啦嘢。哇！古早開始來做烏嘅餅，唔過聽講其實都還有一個當 TP 嘅經驗，就係做一個超級大餅，錯唔？而且聽講呢，總太哥還有參加哦。在這民國90年是西元2001年的時候，該當時我爸爸係先做件個餅公會嘅個歷史章。然後其實假嘅歷史中，來做了點個大餅，又要請按現做件各點嗰地陪都嘅個師傅來參加，我也有參與到。哇！你安排幾多生意食啦？我個要烏啊啦番薯啊。哦，兩種。啊，做了做好以後啊，該是做苗片籤就該咧做好就該咧排，排好是就該咧苗籤咧，好個又就該咧祈福好，祈福係拜好，是本遊客，切本遊客食，該切個當又當到趣味事情啦，睇到咁半踢是切檔台，結果你又咪話見派見創，該表示見切見食，還有旁邊又遊客講，可能睇下我買紅果，啱好食咯，唔係排隊啦，我就講啊，大家找順序排時。哇！咩做啲大餅我哋似乎搶大家先，沒有搶錢。唔過呀，啱好食嘅餅嘅嗬，阿權妹今日到節目當中，當然我來試食一下。講呀熱光餅嘛，而且呀熱光餅嘅外皮看起來當酥哦，那酥皮，係我講，因為個時間的生活，特別提早嘅番薯餅係個。皮碰硬嘅，你改良過嘅酥皮是後來我講，大家都有些好些東西追求口感之後，你將來做嘅從因，大家只理解是從太陽餅落去汆嘅，你問師傅來介紹，口感當好。哦，有皮爆酥哈，有皮爆酥也叫趕層次啊，你提白噶啊。整個關係來講，它其實都有時間，因為還有很多東西。因為它要把那個油皮和個油酥兩種落向下，變大有層次啦。對。你係乾提一邊，但個乾提一邊，噶這個滾下落去，開始提到兩倍這樣子。提到時間嘛。還有這個滾架都是，比如叫成16層嘛。啊，是平方。所以它才提到不是城市案頭。啊，真嘅，而且說起來，我真嘅愛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頭擺雖然有種餅嘅係親接看到嘅餅嘅，不過剛下食到嘅感覺就係吃到唔會油，也係輕鬆油嘅，因為也係當人雖然
动到东西好食，不过食东西就是爱精致化，还个爱健康。古时候食起来唔爱油，係嗰種早送嘅口感，還個食到最味有嘅番薯青味嘅甜味，而且吃到甜到有一些些像嘅芒芽嘅味絲，就是感覺那個番薯已經煮都有那個糖化的味道了，很當好食，這真係冇怪係呀招牌。不過其實除咗廿日講餅以外，也都還有其他檔到冇共用嘅餅嘅，愛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來再個同大家來分享哦。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家下我食到對呀北埔來嘅呀，清好食嘅熱光餅，係呀番薯口味嘅，哦，真係食起來又鬆又脆又完全冇油嘅感覺，還個食到地道嘅那個番薯嘅味道，真係好好食咯，做乜嘅地道嘅番薯嘅味味，按香按甜按軟，這麼綿密的口感哦。因為做那種就是簡飯酥啦，像阿公公講的是簡飯酥，冇以摻對不來分，就是純的飯酥去煮的。那條飯酥用嘅台農57號，再轉來之後，最後一間係叫嘅是摻一條肉麥芽，煮俾熟人燥燥，收到熟成，那是來爆飯酥。所以長會後背有一些那種焦香的味道。對，焦香，是不是煮到熟嘞？煮熟，他家講煮熟。不過怎麼解聽錯而清雅57號呢？57號因為當初我就請過66號。哦。66號因為煮好那左邊的，應該味道哈，那50起來還挨的感覺還57號。57號還好些。好香，好些。哦，所以咩係要研究過嘅。煮起來佢哈，根本講水分調過。水分會因為水分收調過了以後，好，人家餅煮起來是冇香冇好些。啊，應該都係咁樣，所以就是連呀用番薯嘅品種全部就係精挑細選過嘅哦，唔單止按呢。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其他嘅餅嘅呀。阿權乜嘢苗栗來嘅嗬，我親接食到嘅就係乜嘅綠豆椪。今日嗬，我來挑戰這個苗栗小公主家鄉的綠豆椪。開玩笑啦，就是好食嘅東西，大家講下聲嘛。故說今日我來分享呀綠豆椪係包起來嘅綠豆椪哦，對不對？哦，今天那類係嘅青的，一種青的是個冇爆肉嘅。然後我分享講，特別咱們加餅店先嘅唔好食綠豆餅，因為特別都會感應燥溶。可是後來加到餅店，就真的愛上這個綠豆椪，因為食到已經入口即化，很綿密，好好吃哦，很綿密凍鬆。然後它都有披嘅層次的酥皮，你還知道？然後豆嘅酥皮全部塞起來都唔會有那種油膩的感覺，全部吃起來都是乾爽的。因為你綠豆啊，這個煮的哈，那就是這個從頭綠綠豆仁到洗到煮好，然後差不多這個清水去做。咁樣呀，豆係共凍多誒，因為它共凍多，然後做然後然後起來，好純啊，比較純啊，都新鮮啊，全部一條龍起家做，從上誒到最後這個做咧講解食按無來，它口感食的是好到香到。韓國呀，沒甜甜，對我覺得剛剛好一點點。公差嘟好啦，對，嘟好，難怪剛剛那個怡君姐講好，佢頭哥唔敢食呀綠豆誒。好，阿家哥咧是做得咧。你看因為他如果長出如果第一天且試吃先跟他洗點，我每天都洗點。我都跟他講，給佢洗木點，我為自肥，我為自己洗點，給佢洗咖對。哦，除咗呀有這個原味的綠豆椪，沒有做呀滷肉口味的綠豆椪。因為那滷
卤肉也是我们自己去市场哈，去挑那个比较上等的那些黑猪肉的肉，好呀，然后来搭配，而且这个肉都要自己现炒，卤一炒，哇！啊，炒好还要特别再加一些佐料，像红葱头，包括连红葱头都是全部按这个卖了这个破，才会好香。哇，如果主要好新鲜，好气啦。对，要适量的青葱油嘅，因为也它冻到就冇变防腐剂了，故说用爱空间做东西，听说爱吃，故说起家做就系。做得最品质保证的了哦，不过厝体呀，刚好讲嘅呀，绿豆椪外边呀，这个红葱头、油葱酥以外，另外一种客家当经典嘅饼嘅吼，就是那个叫什么肉饼、竹签饼、猪油饼，对，猪油饼，猪油饼咪听说爱饼油葱嘛，对不对？你也有没有呀？有，猪油饼，有，你咧系你哋北部客家嘅饼店，所以你哋客家口味嘅饼你都有，所以猪油饼啊。番薯饼，嘿，也下来试看呐，猪油饼哦，这猪油饼先讲嘅咩？就係油，韓國甜，因為它既然係豬油餅嘅，係講太甜嘅話就會吃到凍呢個。不過也說起來，豬油餅太個就滴到我變冬瓜糖嘛。cái冬瓜糖就是要凍甜嘛，卡子樣。唔過人哋嘅說起來唔會凍甜呢。好食括香港喺度冬瓜煮。還有處理過。哦，可以說嗎？還是秘密？就稍微用汆燙一下，汆燙過，給那個湯味，出太降低一點，那個湯降低啲啊，是冇安甜。同樣個豬油誒清上等黑豬肉，還有紅蔥頭、黑白芝麻，哇，這些都等等的一些配料，來做來菜來以後會越香。那像共用嘅材料，冇共用嘅做法，是有冇共用嘅米水，冇共用嘅口感。對，所以用飯做是當蔥油咯。再下來同大家來分享嘅係，就是其實呀，熱公餅呀，食起來清涼嘅係一般消費者食起來清涼嘅就係有嗰種油耗味，對不對？那這樣子的油耗味在一般嘅餅店底度可能熱公餅不用油嘅，也係講佢自家保存冇保存好，可能就會有按樣嘅問題。嘅古時候從人就做餅嘅按用嘅來避免這樣子的問題。豬油嘅賣咗啦以後，佢嘅現鋪好，按日用幾多時來鋪幾多，後來冇鋪到長高粱餅長久，因為餅長久了以後，佢一定會有按講下咯，潮油節。乜解啊？再過一擺。潮油節啊！我們好像叫出油嘅，我們叫出油嘅，我們叫潮油節。講開六啥潮油節。是國語還是講嘛？油耗味，這個油耗味很可怕。對，所以按月用嘅多是差不多5個多。量多一點點，不要莫超過糖多。超過糖多冇用嘅油耗味。所以就是要用清洗嘅就炒嘅，要清洗嘅材料就做得做出清好食嘅呀餅嘅，唔單像按呢因為呀北埔大家就第一等有名嘅係乜嘅，大間店全部就賣擂茶，對不對？俺行到呀北埔路嘅，行到呢就批到擂茶嘅米西批到那一片，嗰時人哋咩貼片做呀擂茶。呀，擂茶餅係用辦上多嘅按用嘅食材用辦來做嘅餅嘅。因為倆擂茶餅有咩話講解？因為就北部當流行做擂茶店，就係當流行啊做嘅嘛擂茶擂茶。對。擂茶元素啊，又
黑白芝麻，有很多坚果类啦。对，嘛个饭条啊，有南瓜子啊，最主要的还有炒米啊。哦。然后该东西，擂茶甲大家阿罗擂茶，就磅饼啊，摸目啊，其他饼上磅了讲解。哈。就还有咧磅咧准备，要嘛个擂茶饼，咧磅擂茶咧磅擂茶饼。哇！刚刚就是想用擂茶饼的元素，然后坚果类包含有茶叶，来做一只饼咧讲解咧配俩擂茶来食。哦，当天片呢，古时候每迄年就起家上到嘅创意来，系这些很爱熟个，爱熟个其实着手研究俩擂茶饼的个做法。我后来很爱是，我应该是口感像是有一点点像应该桃酥脆脆的口感。可是我公对，桃酥有一点点像脆脆。可是我公当讲究饼的品质，所以有老松子。所以我擂茶饼有松子，有南瓜、芝麻、花生、擦米狗，用那个很好无香料添加的那个无水奶油，所以这个整个吃起来，我一个启动，我提好介绍阮后生因，我讲，后生因是去食擂茶饼，因为一来我都有东西。因为新鲜，期限缺点是期限好短，可是擂茶系地北期限算好，冲滴滴了30天的期限，所以弄得后上又松饮奶，还有单片装，然后配牛奶跟配奶茶都很搭，那个擂茶饼都搭，真的配鲜奶啦。而且年轻人最喜欢就吃饼干了，西点的概念，对，小饼干，吃到那个茶香、果香、奶香。我讲嘢用嘅爱配擂茶，啊。配鲜奶，还有配乜嘅？配乜嘅？白布朗糯米条啊，东方美人茶是蓬风茶，那蓬凉茶是冻。原来是安尼，你看哦，要到时间了，还有猪头哦，可以去吃下午茶了。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好食嘅月餅，因為天公爺就係也半夜班嘅哦。家下食到暗到種口味吼，韓國也總太講沒有同大家來分享到吼，是月光餅而蹦茶，所以呢度嘅這個禮盒沒有結合到蓬鳳茶、韓國月餅，對不對？它加下午茶的概念。客家下午茶，是茶磅饼。嘿，给聊聊茶这些茶的这些厂商，嘿，那片情诶。你其实北部啊，系你蓬凤茶，东有名的个特别茶产区啦，所以你下虽然因为早期又变茶的价钱好来，所以东豆茶园又也是变高尔夫球场啊，又都是咱们总干的嘛，所以你下东豆茶师傅他们就来走茶师洞里去。然后两岸东烟来，大家地东他们蓬凤茶，没有里面蓬凤茶，所以两岸茶的风情就转来，所以你北部体育名是蓬凤茶，没按照东方美人茶，系强壮的意思，我只是假装饼店讲熟食了蓬凤茶，然后你实际还是不是其他的茶嘞，实在是补充介绍一下，因为蓬凤茶还有东方美人茶讲法有，但有两种讲。因为你北部老糯米有两种学名哈，北部老糯米有本，因为讲到东方美人茶是来上到糯米，到了蓬凤茶也上到北部啊，这么个不按呢？其实东方美人茶到蓬凤茶哈是同样的走法全部同样，同一种茶一样的东西，同一种茶一样东西。北部老糯米，北部老糯米改。在蓬凤茶到东北茶，走到7个3年的不难的。北部是蓬凤，习惯了，习惯那是按
这旧称叫那种旧称啊，北部也是用蓬风茶。用堵喉啊发展你北部嘅特色啦，对不对？除了要北部嘅特色，又要蓬风茶以外，那我伊哋咩动有特色，爱发展呀菜地嘅农产品呢，就系呀通柑做柑饼，系柑饼。也只起源是讲，因为我小时看国小些创啊，都隔壁有种柑，都特别寒假时啊都。學睇差唔多4年級、3年級以上嘅時候，都會本機走去做童工，去報柑啊，特別柑啊，特別做乜學嘢啊，什麼嘅半人茶，我都時候要8隻拉太嘅嗬，全部上菜去報嘅童柑，報嘅特別學啲，你係做乜童柑，所以係啷個教到別人當想講，你番薯餅做按豆，你在提柑按豆係咩？柑做在做埋東西，所以提早上去做柑嘅嘅阿瑞餅，所以等下是到菊香酥提早是想做了張柑的餅。哇，我迫不及待了，因為呀，做用柑餅其實我頭擺沒有食過唔過用呀柑餅拿來做嘅這個包豆芽餅嘅地度還係頭一擺哦，不說嘿這個如君姐呀給創意哦。對，那時候最早的那個初衷想柑又買可能性與變化，然後做到了餅以後咧，你沒有。因北部其他在地夏季咪有因專門做嘅柑的蜜餞，是講人家柑的做成鋁發絨嘅柑的餅，簡直係柑的蜜餞，那個也很受餅店人他歡迎啦，所以後來是慢慢的發展出又包餅咪又蜜餞的產品。真引後生哎，因為其實我們在吃西式的甜點的時候，你們懂你不用擀皮嗎？就是人家講的陳皮，是柳橙的陳皮哦，壓的不用都壓，比如說巧克力蛋糕啊，壓一種原味的，就是蛋糕裡面啊，就會懂後生。你講有想到去家鄉嘅東西，這麼在地化的東西，然後再經過呀餅店提示推傳人，還有。巧手之下做得變出無窮用嘅用誒，是除了你哋看到嘅柑的蜜餞、柑的餅之外，我都每還要做柑的米糕，特別用嘅記得嘛，即係同柑的米糕咪當香，然後我都北部有嘅天窗嗰啲天板比上，我咪去吹嘅柑的天板咪當香，所以咧還一直在。想你柑又買可能性，而且都同在菜地來做結合，這個是最重要的。而且你看柑也都是豆嘅種柑嘅那種安全無毒、比較友善土地嘅方式，所以做在連皮安全做在溶嘅東西。然後又嘅你大概冬天過後，那到你北部，那就點都又做嘅桶柑果汁、桶柑冰沙是，那柑的汁鉗起來，然後丟浪豆。差不多4年、5年、6年嘞，那個不計銀容銀形，那是我們很受歡迎的一個品項，可是季節限定啊。哇，基本亦有搶到呀！泰國同泰嫂來到節目當中，正經係同大家來分享，北部有那條好高好山好料誒，對不對？唔但搶同大家來分享一講餅聽聽，唔過吼節目當中既然基本要愛同大家來分享一講餅，還要愛同大家來分享新來。月餅啊，一般來講，消費者去到夜店嘅地度買到品質好嘅月餅嘅，做人都不卡。要怎麼保存？這樣會保存到清氣清後生。看哪種餅？像我舉例，我哋不卡嘅芋頭餅、個豬油餅，該是冇落冰箱，因為你無本身嘅太性質澱粉質夠強膨溶，因為食嚟膨冇食得落冰箱咪會硬硬。因為有餅未壞，所以我創嘅經驗，你看，因為番薯餅，唔是變做餅，他們都1禮拜餅冇壞些。然後如果就是南坡落冰箱變，長落加熱。要另外再加熱。但是，迄講有，比如講凍到冇香嘅料包做香哈，剛剛有講到番薯餅，唔過糖果硬掉含有一類商品，按到番薯同卵黃酥結合做香哈哦，對不對？你係第一擺糖豆按用嘅組合。你是做講的是30年前嗰度做啊，是有想到講用嗰度做番薯餅嘅來做來爆倆蛋黃酥。對，因為當開始爆來做來賣概念啦，是冇做動作。起個的賣出來效果還不錯。
然后啥人都体验体上也是有进来增加。哦，真的是看起来整颗就黄黄，好可爱。也有讲咧蛋黄水、蛋柠檬啊，吼，又特别强调啦，讲俺哋有该屏东个四重溪的个含量来特别特色的。头台早的，他就起过58度高粱的哦，那个冷冻起58度高粱。这么好哦！古时候你看吼，按样规粒旺旺，又有七家嘅特色，又有北埔嘅特色嘅热公饼，就真嘅我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唔过吼，节目当中阿 Q 每个节目听说我同大家来分享呀，这个广式农民啦，我同大家来分享嘅，刚刚有讲到吼呀，热公饼用嘅来保存过后，刚刚有讲到爱加烧，爱加烧，爱用慢加烧真好食，因为平常是冰到冰库以后。就拿出来就直接吃嘞，因为热公饼就小小一颗而已嘛，就也懒得去把它加热。番薯可以冰冰的吃，但是芋头啊，或者是刚刚我说竹签饼冰过，一定要加热。莫给竹签饼变过为 can you， 对，那个会有一点恶心这样子，所以那个要加热。可是我等下改烧竹签饼，可是秘诀是加热你可以用烤箱或者是微波。甚至我姑姑啦，提好人讲，你跟他讲，这个饼是用个甜木啊，照莫饼水那个铝箔纸贴下去，是轻下去，不给挑起来，不给火烧一下，它就不会把它的水分去走甜豆，然后那个口感就会很好吃。对，所以那个是很简单的方式。这样子我想到，是不是平底锅也可以？就是平底锅已经热好了，对，啊，你就老饼给冰落去。一哈哈，小火让它稍微慢慢火烧来，然后让它的那个皮的酥度恢复。对，可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你的煮油饼，你去这样加热完之后，一定要冰差不多10分钟，不给烂哦，给长为素，莫给烧为扭稳音啊，一定要等到冷10分钟，对，那个就会咔吱的。还要先加热，再稍微放冷一下下。做油饼只有做油饼。哇，才会回到那个刚出炉的酥的口感。原来有按到细节在里边诶，唔过好经验根本也有相当正讲嘅，因为有咧有关热饼嘅问题了，因为当家按酥到热饼，唔过应该是想象还是很完整的嘛，有上时期就会有一些的避损裂的，所以我们该不会按用啊？师傅。你睇嚟要在可能时候，你在做家哦，也有可能去爆家要爆落鼻涕啊，冇爆火。你皮家叫佢爆鼻裂开来嘛，还冇爆火诶，当然佢还是佢还很完整的，啊，只要它对外观来看就是模款，对。还有一种可能是讲，佢可能就该运输的关系，可能又冲多啊嘛个，这个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嘛。哦，所以吼，很有一种理由是像一开始该做个干么，就是干么而去爆饼的时间，因为一开始干么个水分冻够，所以前期在试验的时候，干嘛水分调豆调是不是些基本会爆线？就他刚讲的爆浆，它就是水分比例不对的时候，对，它的内馅的水分比例太高，它在加热的时候就这样喷出来，不平衡，对，喷出来就爆出来，就滚的时候可能就滚出来，应该是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很多爆馅的橘子。古时候节目嘅节目当中吼，唔但像食道当中好食的热饼以外，要了解到哇，原来一间传统嘅饼嘅店，佢都加入自家嘅考生，含个菜体嘅元素，做得有按新的创意。古时候节目嘅什么泰哥，什么已经进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很高兴来到这里。没什么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看下来运动哦。